台湾队伫世界棒球12强头一届摕到冠军。今仔日围攻董事长陈立碧含这文策院的董事长蔡家俊等贵宾，宣布要甲这摕冠军的过程拍出电影。除了这电影呢，纪录片也会做回翕，按算明年开始拍片。大家感觉会记，顶个月台湾伫世界棒球12强头一届摕到世界冠军，即马这段奇妙的胜利过程，要拍做电影，上电影院咯。伫12月17，包括围攻董事长陈立碧、甲文策院董事长蔡家俊、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宣布要来拍电影《冠军之路》。目前有中信金、富邦金、甲台湾大哥大等几间企业，拢有意愿要来支持拍国产片。另外，这届摕冠军的台湾队球员甲教练，嘛出现记者会来赞声。有计这出电影资金超过1亿，上紧明年起稿。未来我们在找团队拍摄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会做一段非常缜密的田野调查，可能包含他们训练的情况，包含当天比赛的前1个礼拜或前1个月他们怎么备战的。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在电影呈现的时候的一些重点，甚至于我们可能还会推出纪录片，感人动人的小故事，酸甜苦辣，我们要从中筛选一下，把最好大家想知道的故事，然后借由电影的角度来呈现出来。不过导演甲演员要找谁，目前也唔知。对了电影的内容，台湾队的教练甲选手嘛有因家己的看法。真的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一面啊！冠宇在对多米尼加后援那2个出局，你看他打棒球到现在下球最快的一个速度啊！那他是用什么心情在那时候下球的？这个就很重要。可以把我们的里面的精髓，然后把它就是在电影里面呈现出来，这是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故事。Kid 因为我跟他不错，然后他在镜头上面也是都蛮敢呈现出演技上面，他确实是蛮厉害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也还蛮适合可以来演。目前有关电影冠军之路，会真有路来表达摕冠军过程的艰酸苦痛，希望予更较侪人明白野球、传达野球的精神甲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